2003年世界卫生大会中，192个成员国拢通过历史性的薰草管制结果公约，禁止焚香、干污粉品的包装甲标示，而且禁止焚香跨国拍广告、赞助促销粉品，嘛希望借由教育降低食粉致死的人数。2006年，号称是世纪工程的中国三峡大坝，经过9天的时间。500亿的代票，在完成最后灌浆红电的工程了后，主体工程宣告完工。接着全球上大发电厂开始启动风防脱水发电计划。不过，对现今华中地区的水质甲空气污染的情况来看，三峡大坝水利发电也是无达到环保。2014年，台北捷运板南线列车发生随机杀人事件，东海大学2年学生郑捷在捷运站龙山寺甲港仔厝之间4分钟内压伤到杀人，造成4个死、22个受伤。案发了后被掠受审，一直到上诉最高法院，最后维持4个死刑判决定案。2016年5月7日暗时执行枪决。